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知影，阮是无完全的人，阮伫地所在也是无完全的团体。总是阮知影，虽然阮无完全，阮有当时也会讲歹话，做毋对代志，做毋对的选择。总是主，阮知你是完全。你完全的旨意要甲阮做伙伫地，有你，阮相信，阮就会伫一个完全的集体团体内底，求上帝帮助阮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伫台湾传统的宗教内底有一种叫做神知的比赛，咱毋知。咱敢捌听过？迄个比赛神知啊吼，这是一种比赛，啥物人因兜会当饲上大只、上重的猪的比赛，然后比赛这要创啥？要抬猪来迄个拜拜啦，要抬猪来拜拜啦，吼。所以2001年，宜兰的大溪，就其实伫这个比赛内底比出一只重1683.3台斤的猪，就是伫这种比赛内底，这破台湾甲世界的纪录，这破世界纪录，即摆阁无一只猪仔会比平过这只猪遐尼。食了遐尼重，当时不管安怎，咱知影，迄个不管迄只猪食偌重，上尾的结果是啥物货？你安知？就是互刣啦，对啊。啊，通常互人刣了，放伫桌顶的时阵，伊的喙阁会夹一粒啥物货？真侪人拢知影咧。阁会夹一粒柑仔的，啊，意思是啥？对。其实真正的意思，迄当然后壁真侪人讲迄什物迄个喜庆啦、吉祥啦，其实拢毋是。其实真正的意思叫做甘愿啦。夹柑仔的意思就是甘愿啦。这台语迄个号一个共款的音，讲即只猪甘愿的啦。啊，敢有影？即只猪甘愿？咱心内底拢知影，迄只猪头有甘愿啦。其实咱拢知影，咱心内底知影，迄只猪头有可能，迄只猪有甘愿啦。其实人嘛共款的，咱真歹、真困难甘愿啦。咱这个人是安尼啦，咱这个人就是真困难的甘愿。亲像迄位。捌做无神论者的 C.S. Lewis， 伊伫1929年的国外节迄暗，伊跪落来，伊承认基督做伊的主的时阵，伊安尼写，伊讲伫迄天的暗时，我应该是全英国上毋甘愿去回头的浪子。你毋知是安怎？伊上毋甘愿，因为伊知影一项代志，要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就袂当只有献迄只猪啦，爱献家己啊，就安尼真简单。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要做一个真正的信徒，毋是献一只猪仔、甲牛、甲羊，遐尼简单啊，歹势。这就是人毋甘愿的所在啦，爱献家己啊！就亲像今仔日保罗所讲的，保罗是安尼讲：罗马书第12章第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怜悯，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，做活我的罪，是圣洁。伊所欢喜的，这是恁合宜的敬拜。
克兰菲德这位神学家嘛是牧师，伊讲，所以这唔通只有读做真简单的连接词吼，连过来的词，是保罗爱咱遮的信的人，将上帝伫基督内底已经为咱做成的代志，也就是咱清楚知影上帝伫基督内底所做实践出来。孙宝林牧师搁安尼认为，这字其实是理解罗马书12章到16章的所示，人其实是一个无顺服的动物。人的无顺服，有的出对家己，有的出对群体，无敬虔不义。虽然人顺服伫罪恶的关系下面，总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死甲搁活，要带互咱这个福音。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是外邦人，这就是上帝恩典。所以咱就应该借着上帝家的怜悯，这复数哦吼。这原文是复数，所以是家的怜悯，献上家己。原文应该讲献上恁家己做祭物。咱爱知，当一个祭物受献出来了后，已经对献祭人的产业受交出去，无搁属家己，无搁属家己。阿甘本这位意大利的神学家安尼讲，伊讲就希腊罗马当时的法律来讲，啥物会叫做相信？相信原本的一个意思内底，就是幸福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无条件要放弃家己的权利。加尔文诠释了真好，伊讲保罗借着安尼咧暗示咱无过是伫家己的权内底，是伫完全搬山入去上帝权内底。所以，因为这个原文啊，原文是其实迄个祭物放伫头前，然后后壁有3个修饰词。我这个修饰词的念伫祭物的后壁，所以现代的神学家，所以这才是安尼的翻译。近代的神学家认为，这是回应保罗进前所讲过的话。保罗进前安尼讲，罗马书第6章第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亲像基督通过天父荣光的关联，对死搁活，咱嘛着过新的生活。过新的生活的另外一个意思，其实迄个原文的意思应该翻译做生命新的款式。然后生命这个新的款式，其实伫保罗的批内底，伊真侪摆已经写出来，就是伫罗马书内底。伫遮保罗咧劝咱，请问你要献互上帝的迄个家己是啥物货？伊讲，咱要献互上帝迄个家己，必须要是活出新的款式的迄个人，这就叫做基督教的信仰，就是先死后活。这上时嘛代表放弃家己的主权，咱爱渐渐接受互上帝接手的这项事实，然后咱若属伊，就会甲上帝相亲像，做遐符合伊属性的代志。
然后甲上帝有关系就叫做圣啦。所以咱有伫遮读到迄个圣洁这项代志，甲上帝有关系就会互伊欢喜。上尾一句的和合本的翻译叫做：恁安尼服侍是理所当然。服侍原文是指就是服务啦。有领薪水甲无领薪水拢叫服务啦。总是伫宗教顶头就指对上帝敬拜。所以翻译做应该更较好的翻译是翻译做献上真实的敬拜。所以保罗伫遮其实是要提醒咱这个献上的家己，这叫做献上上帝，互上帝接纳的敬拜。这就亲像旧约先知的提醒，真实的敬拜是任何礼仪顶头的敬拜啦，无伫逐工的生活内底顺服，就是假的敬拜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咱伫遮的敬拜，毋是伫遮敬拜尔，敬拜是提醒咱，我是属上帝哦。有可能你行出去才真正的敬拜哦。等咱安怎活出什么款的款式，迄个就叫做基督徒献上的敬拜哦。罗马书12章第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毋通互世俗同化，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心智，得到更新。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、看最好、佮完全的旨意。个人非得将头两句翻译做：毋通互恁被套入这世代的样相款式，爱互恁继续不断互人变化。其实咱就活伫一个亲像保罗所讲迄个邪恶的时代。保罗其实伫刷落来，即句内底用一字真特别的字，是福音书咧描述主耶稣伫山上变貌的一个动词。这个动词啦翻译做克兰菲德啦翻译做继续不断变化。咱来知影主耶稣的山上的变貌，毋是改变伊的内面内在。伊是将伊的荣耀彰显出来，听有意思吼。所以毋是互咱这个人对这个世界世俗、这个世代的意识形态，这另外一个翻译啦吼。这个世代意识形态咧走总，毋是，是咱爱清楚知影，伫基督内底，免啊彰显伊的荣耀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咧对咱讲，虽然咱的想法观念会受套入这个世代的意识形态，总是这种模式爱停落来。咱来讲 stop， 停落来，毋是互世界，是互上帝带互咱继续不断的变化，换新咱的心，通测验。迄个测验也是辨别上帝伫咱中间，以及对咱每一个人的心意。准保林牧师是安尼诠释，伊讲上帝百姓必然爱面对要做义的路例，也是做罪的路例，所以咱人生不断在选择啦。咱毋是做义的路例，就是做罪的路例。咱嘛一直在选择，咱要对什么人，对什么会拒绝的决定。然后咱嘛爱去查检查。
去辨别，什么互咱会当倚近上帝，什么启发咱去担当较好款待其他的人，甲受造物。总是各有一款是伊会教咱背逆上帝，扭曲伊的水较好，甲伊的创造，甚至定一条搁一条不义的法律，做一道搁一道不义的墙，然后讲白贼来陷害人。甚至制造迄个暴力的制度，互人活了痛苦。真有意思的是，伫原文内底，保罗用完全之字来做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的结尾。上尾迄字就是完全啦。咱来知影什么会叫做完全？伫旧约内底，摩西要求以色列百姓伫上帝面前爱做完全的人。在申命记18章13节，伫创世纪内底，创世纪对咱讲，那创世纪第6章第9节，亚伯拉罕17章第1节，拢是完全的人。圣经翻译吼，完全的人，完全原文的意思叫做完整。所以后来伫旧约内底，这字大部分拢用伫宗教的礼仪顶头，咧指迄个精神无下事啦。所以后来这字拢，然后翻译顶头，咱拢来翻译做无下事，其实是完全的意思哦，其实是完全的意思。当时伫希腊文内底，这字是指合适、完成、成熟、大汉。所以保罗用这字真特别哦，有希腊文加希伯来文的背景两个意思，要提醒咱刷落来伊所吩咐的这个代志，就是基督徒加信仰的团体要显家己做者。像是要大汉成熟的要领，安尼才会当成就上帝完全的心意。就亲像我拄伫开始的祈祷内底所讲的，其实咱拢无完全啦。无完全的人做伙才有可能完全，无啦，无可能啦。所以若无上帝，咱绝对无完全。罗马书12章第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靠上帝互我的恩赐，我对恁逐个人讲，毋通将家己看伤悬，着照上帝赐互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，慎重评价家己。伫罗马书一开始就讲到保罗因为上帝恩典。就开始以使徒的职分，罗马书第1章第5节。所以因为这个恩典，保罗讲，咱应该照上帝所分予咱信的迄个册所以伊直接用迄个册咧量啦，迄个原文是册册，评价家己就是册啦，迄个原文是册的意思迄个一个册来量，照上帝所分予咱信的信来量咱，来衡量家己。而且这个信 ，pistos 有2种解读，咱若解读做信心，就是指上帝赐予咱每一个人的信心无共款，所以就亲像保罗嘛伫。其他的批顶头讲的，讲有迄个信心较软正的，就爱有信心较坚强的人去互伊完全，所以爱互相配合。所以信心其实是伫群体内底，爱互相配合，才会当
得到完全，这是一种解读啊吼。必道伫遮，总是各有另外一种解读，这嘛是新来家伫遐讨论的啦吼。另外一种解读叫做信用，所以若是讲信用，就是指无共款的人，总是咱拢通对上帝领受迄个平衡，就是衡量咱的行为的信用准则。咱拢会当对上帝领受迄个信用的准则，知影这是共款的。不管是对信心还是信用，既然标准对上帝来，就袂当将家己看相重，对无？就是安尼嘛。你莫看家己，感觉家己伤悬嘛。我真爱和合本的翻译叫做"看得合乎中道"。和合本的翻译真有意思哦，讲莫看家己是较悬，但是嘛莫感觉家己伤卑微无啦，差不多中啊就好哦，看得合乎中道。就亲像刷落来保罗所讲的，罗马书12章第4到第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机体，但个机体各有无相像的功能。虽然咱有真侪人，毋过伫基督是一体，互相做机体。咱来知保罗真爱伫伊的皮顶头用身体、身躯来譬喻基督徒的群体，叫做教会。保罗伫遮要讲什么？咱的信，不管是信心还是信用，拢需要用甲基督徒同伴的关系，这道尺来衡量家己的信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若对上帝有信用，那安尼迄个信用会扭紧咱的价值观甲意识形态。教会就是共一个身躯内底无共机体，虽然对，咱的观念想法就是无共款，咱就是真无共款啦。其实每一个人拢真无共款。咱嘛各有各无共款的功用，总是共一个身躯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脚若痛，我会当感受到；手若痛，全身躯拢感受到，对无？换一句话来讲，咱是彼此需要。然后伫这个圣经内底，保罗有一个强调，就是伫基督里。咱若注意看读第5节，迄翻译吼，无还没上去吼。伫基督内底，伫基督内底，其实是拄咧强调。咱若有法度合一，就毋是人啦，就毋是讲要看人的什物人的面子较大，我就甲你较好势，无啦。咱若要合一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这就是上帝所赏赐咱的恩典。就亲像说来，罗马书12章第6节所讲的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照上帝赐予咱的恩典，咱逐个人有得到无相像的恩赐，宣讲信息的人，就符合信心宣讲。保罗提醒咱，恩赐是上帝所赏赐。虽然有当时有一寡恩赐，伫某一寡人身躯顶头有一点差别。就亲像现在我徛咧讲话，咱一个听。其实讲嘛爱有讲的文数，听嘛爱有听的文数。真简单吼，这叫做拢是文数。斗影讲的人较大，歹势无？可能有当时咱伫这个世间，迄个价值观会受这个世间的价值观的影响。斗影讲的人较大无啦？毋是，斗影徛伫摕麦克风的人较大无啦？毋是，
咱爱有属灵的眼光去看到逐款伫教会内底无共款的人，咱呈现无共款的温数。其实听嘛爱有听的温数，啊，伫厨房咧无用的嘛爱有厨房无用的温数。啊，有当时遐温数咱阁无法度呢，对无？咱嘛无法度呢。啊，当有啥物会较大歹势无？因为对领受温数的人，用神的迄个笑来看，有共款的价值，因为迄拢对迄个审判甲怜悯的上帝来。对第6章的后半段开始，保罗就开始提起伫教会内底的温数，伫和合本啦翻译做公有言。即字伫新约内底真侪摆来出现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0节啦翻译做先知的话，拢共一字咯吼，真歹势，拢共一字。总是不管是旧约甲新约，先知的话重点毋是咧有言，所以真歹势。安尼翻译真容易互人误解。先知的话是要讲啥？要宣告上帝的话啦。总是若是上帝出对上帝的话，一定会实现，就是安尼尔。这若出对上帝，那安尼这就一定会实现。所以所有的预言其实是对安尼来的啦。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啦翻译做传讲信息，总是伊个伫遮讲爱符合恁的信心宣讲哦。罗马书12章第7节到第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服侍的人着专心服侍，教导的人着专心教导，劝勉的人着专心劝勉。真济人着慷慨，领导的人着热诚，做主神的人着甘心乐意。第7节啦，照原文应该做即事伫即事中。迄个原文的意思，总是安尼读无啥清楚吼。这当然有可能是咧指当时初代教会即事啦。应该尽职事的本分，所以第一句服侍吼，总是这字其实原文有更较大的意思，会当指任何形态的服侍，所以中文译本和合本嘛翻译做服侍，然后现代台语译本嘛翻译做服侍。现在甲你讲服侍、教导、甲劝勉。写的方法拢共款，就是伫即事爱伫即事中，教导爱伫教導中。你听有意思吼，迄个原文，但是吼安尼写可能咱无啥了解吼。劝勉中，原文安尼尔啦。所以伊讲服侍、教導甲劝勉写法拢共一个形式，所以。保罗伫遮有可能是咧讲一项代志，不管咱用无讲话服侍，还是有讲话的教导，就是劝勉的服侍，拢对上帝来，也出对伊的恩典。然后后壁阁3组，上尾这3组是甲人分享，互人。保罗讲，恁爱动机单纯啦。加里文是安尼讲，无迄种稳重的动机啊。咱来知影吼，互人甲接受礼物是一个学问。你要送礼物互人，甲接受礼物，咱来知影伫这个社会吼有一个潜规则。通常送礼物互你的，通常
有可能拢有一寡动机。有当时啊，毋通想讲冒着啊、趁着啊吼，人暗时就撸一个500块过来互你，有可能啊吼。迄就是叫你迄投票进前，叫你爱去投票啦。听意思吼。所以保罗伫遮讲啥？保罗伫遮讲真济，其实迄个真济其实是嘛有迄种，其实是原文是互人啊。所以互人毋通有稳重的动机啦。伫遮咧讲这样代志，做领袖、领导，原文叫做治理的。伫历史顶头，确实亲像初代的神学家叫做奥利根，以及加尔文拢安尼解读做保罗伫遮所指的，其实是治理教会领袖。总是因为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的第4节、第5节、第12节，是用来指管理家己的家。这字啊吼，这字是管理家己的家。所以，咱可能无需要过头来解读保罗伫遮用的字。近代神学家指出，检采正是咧指遐个代表教会去关心遐个无力保护家己的人，因为治理，啥物会叫做治理？治理代表一个社会地位，伫这个社会内底，你可能会无啥共款，要就亲像门徒，因要比大细共款啦。治理嘛包括治理钱，所以犹太伫迄群门徒内底嘛是领袖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治理是一个社会地位较悬的人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咧讲保罗伫遮所讲的治理，嘛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因为治理的动词甲名词帮赞者是共一个字源，所以意思就是治理的爱照着家己的社会地位去做，会当帮赞人的遐需要帮赞的人的朋友。这甲上尾人民人其实有真大的关系，因为人民人。这个意思就是代表教会去关心病人、帮赞送乡人、照顾老人、或是软弱的人。加尔文是安尼解说：看见帮赞的人热心、热心，随时准备要提供帮赞，无啥物会比这个啊，互病人以及其他拄着患难的人得到安慰的。所以，伫教会要发挥这个治理、慷慨、分享、怜悯，就是爱无计较咱要得到啥，就是爱无计较咱要得到地位、得到名声，就是别人带咱拍扑啊，是。当人因为咱所做为着上帝，咱爱知这拢是上帝恩典，所以为着上帝所做、所言、所讲的，人会当对安尼得到圣神的安慰甲好处的时阵，咱伫边仔观看，其实咱就得到好处啊。咱因为因来欢喜，这就是咱的报赏。因得到迄个满足的面容。咱会因为安尼来得到报赏。1895年是台湾伫清朝甲日本战争了后所定落来迄个马关条约内底，执政者对清朝改变做日本的迄当。伫迄年1895年，日本军队就对北台湾甲南台湾上花，军队上花，要来接受台湾，然后伫台湾真侪所在发生真侪战争，甚至是动乱的事件。伫迄当时袂少人，总是伫迄当嘛是马偕牧师要转来对加拿大
转去加拿大，伊复职述职啊，因讲述职，其实是转去国教会见证。然后来马偕牧师也伫加拿大受选做总会议长，因为伊是加拿大长老教会第一位宣教师。1895年，伊准备要回来，所以当年有真侪人苦劝马偕，你爱留伫真安全的加拿大，莫转去危险的台湾。总是马偕牧师却决定伫迄当下9月份开始坐船。歹势当时无亲像今仔日吼，讲坐差不多1-2天，迄个北美就会当转来到台湾吼，无遐简单啦吼。当时至少爱经过1个半月，坐船就安尼转来。伊也伫迄当出版一本英文的自传传记，叫做《From Far Formosa》。然后伫这本册内底，迄当伊出版的这本册内底，其实伊就用一条诗来回答是安怎伊一定爱转来台湾。这其实就叫做最后的徛家啦。迄就是这条歌出现的所在。伫伊所写1895年出版，伫英文世界真大流行，因为当时其实外国迄个欧美吼对迄个东方的世界吼真好奇，所以对伊写落来了，到伊死，历来有真侪翻译。咱伫10月1号所举办的音乐会内底，上尾大合唱就是这条歌。我要建议咱大家，我无要直接放，要建议咱大家会当上网络来听。伊写讲：我心袂通挂你的台湾，我的人生拢总献互你。我心袂通挂你的台湾，我一生的快乐拢伫遮。毋愿我人生的煞尾站。伫大雁拍花的响声中，伫竹拿摇动印影里，找着我一生最后的徛家。这就是伊咧应答，伊用写这首诗、写这本册来应答伊一定爱转来的原因。我一直咧想讲，是啥物会互宣教师甘愿冒性命危险？不管安怎，拢爱转来，甚至伊选择上尾待伫台湾的原因，其实若毋是上帝恩典，若毋是基督的疼，无人会甘愿啦。就亲像我一开始所讲的，歹势你刣猪仔，迄只猪胆真正甘愿，无人会甘愿。我相信，咱今仔日伫遮嘛是上帝完全的恩典加心意。愿伊的心意能到伫咱，能到伫你身躯顶头，互咱这个无完全的人，会当成做上帝完全的心意。这边啊做会到，就是咱爱敏感去测验，会向专心发挥上帝伫咱以及伫咱群体内底的恩赐。来得到伊的欢喜甲乐乐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愿感谢你赏赐带领，你引带阮即群无完全的人，要学习你完全的心意。总是你知，阮是遮尔有罪，所以时常背逆你的心意。求你帮助阮。互阮真正知影怎样找找你完全的心意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